와세 드래곤 채널 Jackie Chan話主役嘅有嗰種。咁啊點解請咗成龍做主角咧？成龍主角咧係另外一個故事啊！我同恒生公司啊簽咗合同啊嘛，又拍咗幾部戲啊，神龍小虎闖江湖啊，又係你做啊，生龍虎少英雄啊，係嘛？猛虎下啊，咁啊又拍咗香港小教父，啊，後來我又即係拍咗好多片啊嘛，因為嗰陣時香港啲動作片咧拍得好好嘅，打得好好，但係咧太暴力啊，暴力啊，太血腥啊，咁啊我以前每一年咧。國際電影市場咧，我都去參加，去賣片啊！米蘭啊，美國嘅 AF 咩啊，都幾好嘅。咁咧有幾個國家咧唔買香港片，誒我話點解啊？佢話你哋咧啲電影啊太血腥啊，太 violence 啊，咁我就開始諗啦啊！咁如果我將 comedy 喜劇元素擺喺片入邊得唔得咧？咁啊後來咧我就寫咗個劇本叫做《蛇形刁手》。咁啊成龍嗰陣時咧喺挪威嗰度啊，挪威嘅啲電影唔賣座，成龍每一個月嘅人工都出唔到啊，冇錢。挪威每個月嘅薪水都冇啊，因為佢做大客啊嘛，又戴頭套啊，打劍啊，咁啊係好舊嘅電影啊，同埋咧佢個樣咧就有啲喜劇嘅樣。成龍嘅身手好好嘅，因為佢係學京戲嘅但係咧。冇一個好嘅劇本俾佢，所以啲片都唔賣座。咁啊，我同阿袁和平傾啊嘛，咁啊袁和平咧，成日都係做武術指導啊。咁我去同佢講話，喂，你做導演啦，我話你可以做導演。阿袁和平唔得，我唔得，傾幾個鐘頭，唔得，好驚啊！我話得㗎啦，我話我有信心啊！如果嗰啲有咩問題，我幫你啊嘛，你唔使驚啊嘛。講咗好耐，所以佢OK 啦，第一部戲。所以我一同羅維去傾啊，我話喂，我借成龍俾我啊，羅維好啊，好啊，因為我俾錢佢啊嘛。嗰陣時咧，我話俾5萬銀。好唔好啊？佢話好啊！咁我5萬就俾佢，咁馬上可以俾成龍。所以第一部戲咧就係《蛇形刁手》所以成龍咧同阿袁和平好熟㗎啦。咁我同佢都熟㗎嘛。咁我哋話呢部片咧唔係要好血腥嘅打嘅，要有好多喜劇，係好滑稽嘅。做事啊，呢個係 test 睇下得唔得？蛇形刁手咩意思咧？我唔識嘅。嗰時我個副導演啊，叫羅文啊，佢話俾我聽，導演啊，有一種拳啊，叫蛇形刁手啊。我話點解啊？佢話蛇形咧就係蛇拳啦，刁手咧係鷹爪。鷹爪拳係兩種拳結合一齊嘅。我話好，我可以寫個劇本啦。以前拍戲，一係就泰拳，一係就洪拳，一係就少林拳。
冇一種拳係將兩種拳夾埋，所以我就寫蛇形刁手劇本，我自己寫。咁我原來香港咧真係有一個門派咧係蛇形刁手，真係叫蛇形刁手，不過冇人知道。喺香港嘅青山道，我哋去揾佢，嗰個師傅啊，好瘦啊，好怪嘅樣啊！我哋話：師傅啊，我哋想拍個戲叫《蛇形刁手》，你希望你準我哋拍啦，我哋係一個好嘅故事啊！佢話：好彩你嚟揾我啊！如果你唔係嚟揾我，你自己去拍咧，你又麻煩啦！哇，好咩事？如果你拍完嘅戲喺電影院放，捉好多麻雀嘅，麻雀知唔知啊？全部浸嗰啲墨汁啊，黑色嘅墨汁啊！你電影一放嘅時候咧，我哋個袋入邊嘅麻雀啊，幾十隻麻雀就放出嚟。咁嗰啲麻雀見到光就飛過去啊嘛，攞個銀幕啪，即係搗亂啊！因為佢哋咧係有少少黑社會背景。不過咧，你今日嚟嚟求我咧，我好開心啊！所以話 OK，俾你拍冇問題咁。所以呢個係好又係好 very interesting story 啊！如果唔可以啦，麻煩啦。如果我唔係問佢咧，我拍就麻煩。蛇形刁手の成功っていうのは、トンカワタンの成功とウーさんにとってどれぐらいの同じでしょうかね？どうでしょう？個分別就係咧，就係我有喺動作片嗰度有換咗一個 style 啊。因為以前咧全部係暴力嘅，咁啊呢個戲咧就加咗好多喜劇嘅元素，就我覺得呢條路啊走啱咗㗎啦，咁先有第二部戲《醉拳》蛇形刁手咧就喺日本有放嘅，叫 Snake Monkey 咁啊，但係喺日本係先演醉拳嘅。喺台灣啊，因為蛇形刁手好賣座嘛，咁嗰個發行公司好開心啊，請我哋食飯啊，飲酒啊，飲酒咧佢哋咧猜妹我唔識㗎啦，我唔識飲酒嘅，我同袁和平兩個都唔識飲酒，我哋喺度睇佢哋飲到猜拳，我喺度睇，咦？又有靈感咯喎，好似打醉拳喎。呢一個 moment 咧，俾咗我靈感啊！因為佢哋個個飲醉啊嘛，喺度，好似打醉拳喎，哇！所以後來我同阿袁和平喂，醉拳拍唔拍得？佢話拍得啊！我哋嗰時唔識嘅，只係知道個名，所以咧又係個靈感啊！所以我哋決定咧就係拍醉拳。點知咧拍醉拳咧碰到好多困難，因為蛇形刁手好賣座，羅維咧就唔肯俾我拍，我自己要拍啊咁啊幾乎都拍唔成嘅，我去同羅維傾啊嘛，唔借，我自己要拍戲我傾咗5次都唔借，羅維我要去台灣拍片，帶咗成龍去台灣，咁啊成龍咧佢好聰明，佢知道蛇形刁手之後啊。醉拳咧一定係好好嘅，一定比蛇形刁手仲好，佢都知道嘅，但係冇辦法，羅維唔俾佢拍。阿袁和平話：
唔拍我哋揾第二個啦。我話唔得嘅，呢部戲一定要成龍。我話我最後一次機會，我去台灣，我去台灣啊，揾成龍啊。我話喂，你帶我去揾阿羅維啊，羅維住邊度我唔知啊嘛，佢係住唔係 hotel，係租咗間屋。咁我記得有日朝頭早好早，阿成龍帶我去羅維屋企啊，去撳鐘啊，early morning 啊，好早啊，一撳咗之後咧，成龍走啊，佢好驚喎，佢驚羅維鬧佢啊，喂點解帶人嚟啊？你一個人？我一個人啊，成龍幫我撳啊，撳鐘啊，因為佢好想拍呢個醉拳。咁啊攞去，我都話唔借㗎啦，你又嚟啊！我話今晚我哋再傾一次好唔好？俾我個機會，我哋再傾。佢都未瞓醒喺度朝頭早，好，夜晚我哋再傾一次啦。中泰賓館嗰時台灣有個 hotel 叫中泰賓館，約咗夜晚去 last chance 去傾。我動腦筋啊，點啊？我就揾台灣一個電影發行嘅發行商啊，因為佢成雕手賺到錢啊嘛。咁我咁樣，你今晚一齊去傾。羅維喺台灣拍所有電影成龍片，你都 promise 買羅維嗰時都冇乜錢啊嘛。咁啊，如果有人你拍片，所有台灣版權佢都買，咁啊好開心啊！所以夜晚一齊傾啊，最後傾，羅維話好啦，我話片酬你開你話幾多就 OK 啦。佢諗20萬㗎嘛，因為第一部戲5萬㗎嘛。第二部戲20萬喎，我一聽快啲同佢握手 shake hand 啊！話 OK， 嗰陣時咧20萬對佢嚟講係高嘅，咁我一聽20萬，我快啲同佢 shake hand 啊！我驚佢反悔話OK 啊，好啊講定。咁啊當然呢部片拍得好好，成龍啊做得好啦，袁和平啊拍得好啦，個劇本我哋一齊搞嘅，音樂都好，又好啊，咩都好啦，音樂都好，所以我哋攞我哋香港人、中國人都好熟嘅嗰個擺喺嗰個 ending 噔，呢個係粵語廣東嘅音樂，係好出名嘅音樂。擺咗入去呢部片全世界都買咗。我就其實嗰時我已經係自己公司嚟㗎。我同恒生公司拍咗幾部戲之後咧，我見到好多人片商嚟，就佢哋想買我啲片咧，佢哋先俾嗰個 deposit。咁我心諗，如果我自己開公司咁啊一樣嗰啲人可以俾我 deposit， 所以我就唔使用好多錢。咁所以恒生公司拍咗幾部戲之後咧，我自己成立公司，就思遠公司。所以後邊成雕手醉拳都係我自己公司。醉拳咧，我賺錢唔係咁多嘅，點解咧？因為我之前預售嘅時候咧，成龍仲唔係大明星啊嘛，價錢麻麻地嘅啫。咁我醉拳賺錢多嘅係兩個地方，一個係香港，我自己噶嘛，另外一個係日本。日本點解會賺得多咧？因為拖人佢驚冇信心佢唔肯出個高嘅價錢，佢就俾我一個
包底數 minimum guarantee 啊，俾少少啊。如果做得好咧就分啦。佢估唔到做得咁好啊，咁咪一做之後，哇票房好好，我所以分到好多錢俾我啊。所以啊，跟住咧拖嚟話，你前邊嗰部嗰個成雕手我都要喎、OK， 成雕手又俾佢，所以咧喺香港咧係成雕手先，跟住醉拳；喺日本啊醉拳先，成雕手。因為有咗日本嘅市場，所以成龍啊開始，因為日本嘅市場好大啊嘛，東南亞以前都有啦嘛，日本又有啊，咁啊引起美國人注意啊，美國啊，所以咧嘉禾就拍英語電影，成龍拍越嚟越多啲戲啊，咁啊而家後來變咗 superstar 啦。咁啊，成龍舊年啦，舊年年尾啊，寫咗一封信俾我，多謝我。佢年紀大啦嘛，諗起好多以前嘅嘢，佢覺得我係佢嘅恩人啊，所以寫咗一封信，多謝我。咁啊，成龍拍咗我醉拳之後咧，一路紅咗幾十年，呢個好少嘅。一般演員啦，10年、20年差唔多，佢紅咗成差唔多40，而家喺大陸仲拍戲。佢拍戲咧，佢好認真嘅，佢每一部戲都好認真拍，咁啊，所以我都好開心啊！拍過我戲嘅人咧，都紅。今度ウーさんもまたジャッキーがいなくても自分で大きな作品を人を育てたり、水波博なんかも育てたり、やっぱり映画界の大御所で、ね、香港映画にとってはなくてはならない人になったわけですけど、その今現在のウーさんのこう夢っていうか、これからのこうなんかそういうものってどう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か？因為我頭先講咗啦，我係不停嘅喺度諗啲新嘅嘢嘅，所以成龍出咗名之後咧，我知道好多人搶佢啦嘛，我以後冇機會啦，係嘛？個個都 Golden Harvest 啊，嗰時好多公司啊，好多黑社會啊，哇！咁我離開啦，我諗我自己嗰啲諗啲有咩新嘅嘢啊，咁啊我自己好即係自豪啊 ，I'm very proud 啊，我揾到徐克啊，香港最好嘅導演，嗰陣時佢係冇拍過電影，我培養佢啊，仲有阿袁輝啊，楊奎又係做好好導演啦，所以後來佢拍咗一部《龍之忍者》，Ninja in the 龍之忍者係有真田廣之啊，所以我其實就不停喺度諗好多嘢，咁啊，我之後又拍文藝片啦，阿劉德華、Andy Lau 法外情又係好好票房啊！我又揾阿周星馳拍賭聖啊！周星馳以前咧就冇咁出名啊，周星馳而家好紅啊！又係因為賭聖一部片係又係我諗嘅，同埋我公司拍嘅，又係大明星，所以我咧就好開心嘅。我拍好多片都好成功，揾好多新嘅人令到佢哋好出名咁同埋我覺得咧，
拍電影你紅啊，或者你賺到錢，只係你一個人嘅事，係唔夠嘅。我呢就幫呢個電影嘅行業做好多嘢。我係香港電影導演會第一屆嘅會長，做咗2屆啦，組織香港電影人一齊。另外呢，我又做咗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電影工作者總會即係話全香港嘅電影嘅公眾，包括導演、演員、攝影、美術，乜嘢都係一齊嘅一個總會。係我開始嘅，我做咗18年。我同中國政府去傾偈，點樣幫香港電影？香港電影點樣可以入大陸攞嗰個市場啊？所以我覺得呢，我好自豪就唔係單係我電影賣座啊賺錢啊，啲人出名啊，唔係，我係幫到呢個行業，同埋我哋行業入邊有好多麻煩嘅事啦，佢哋嚟揾我，我去幫佢哋解決。譬如嗰陣時，香港電影好好嘅時候啊，黑社會啊，好犀利啊嘛。咁我呢，就組織一次大嘅遊行啊，遊行。香港而家黑社會對電影呢，好大嘅傷害啊！香港好多電影人、大明星、導演全部一齊遊行，去嗰時仲係英國人時候，去到警察總部啊 ，headquarter、police headquarter， 所以呢，警察嗰邊呢就組織咗一個細嘅 unit， 專門對付香港黑社會、電影嘅黑社會，同埋呢嗰陣時有2個便衣警察啊 ，in uniform 2個protect 我。我哋電影界好多都好成功啊，係佢啫嘛，佢自己啊賺錢啊出名。有大門啊，冇錯啦，冇對呢個行業有幫助。我呢就覺得我一定要幫我哋個行業，所以最近我都去大陸啊開會啊。我話而家香港電影個情形好差，拍片好少。以前一年我哋有200幾部、300部電影，我哋今年香港電影得10幾部。好多做電影嘅人冇公開，佢哋去揸的士啊，去做小販啊，賣嘢啊，轉行啊。所以我好難過啊！我哋香港咁好嘅電影嗰個傳統啊，而家就嚟斷㗎。香港好多後生仔好好嘅，冇機會拍嗰啲好 low budget嘅電影，所以我好擔心啊！所以我盡量都想辦法同香港政府要求幫香港電影，同中國政府傾偈幫香港電影。所以我而家呢，主要都係做呢啲嘢。唔同嘅年紀要做唔同嘅嘢。我後生時候好拼命拍戲，咁啊而家年紀大啦，我哋盡量希望幫我哋啲後一代、下一代，等我哋嘅電影呢一路上升。咁我諗你都係咁諗㗎啦，係嘛？例えばね、こう今香港映画ってこう停滞してると思うね。これからはアメリカに対抗するためにも日本なんかと組んでやっぱりね合作、香港人だけじゃない、中国人だけじゃない、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う映画の発展っていうのを考えないといけ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ふうに僕も考えてるんですけど。我好同意㗎，就我覺得呢，就係阿倉田先生呢對香港好熟啊，
人識好多啦，可以作為一個橋梁啊，睇下可唔可以有啲戲啊係同日本合作，做一個好嘅 story。呢個唔一定話要動作片啊咩片都可以得。呢個係一個香港電影嘅出路，同埋咧香港咧都應該係咧拍一啲有國際性嘅電影，希望多啲外國嘅公司嚟香港。我哋細個開始都中意睇日本電影嘅，我哋其實香港好多電影嘅知識啊，係喺日本電影學到嘅。我記得啊，最初嘅時候啊，香港武術指導唔係好得嘅。嗰時阿邵逸夫啊，派咗幾個人去日本去學嘅。我哋睇日本片，哇！嗰啲武士嗰啲劍啊，我哋唔識嘅。我哋係所以香港人咧喺日本片嗰度學到好多嘢。喺美國片嗰度學好多嘢，喺歐洲片又學好多嘢。香港係人係嗰時學好多電影都睇得㗎嘛。咁我嚟講我都係睇日本片好多嘅，嗰陣時黑澤明所以咧我覺得香港同日本咧應該係喺電影方面係可以多啲合作，因為而家自從嗰個互聯網出現之後啦，對電影全世界嘅電影係造成好大嘅威脅嘅。而家好多觀眾唔入去電影院睇戲，因為佢手機嗰個電視可以睇好多嘛。而家電視都冇人睇。係啊，電影咧，除非非常好，所以而家電影嘅票房咧係分兩極，好嘅好個個去啊嘛，大部分嘅咧唔得，所以呢個咧係一個我哋電影人面對一個新嘅問題，It's a big problem。喺好多年前，我哋都碰到問題係咩咧？電視開始嘅時候，以前咧個個睇電影啦，後來有咗電視哇慘啦！人哋屋企睇電視係咯，唔睇電影啦。咁電影人好聰明嘅，我哋攞電影銀幕擴大同埋啲聲好靚立體聲好舒服。即係哇！所以我哋嘅電影人咧，就要動腦筋，點樣令嗰啲電影拍得更加好睇同埋我哋係因為而家 AI 嘅出現呢個好大問題，但係我哋要利用 AI，等佢嚟幫電影，令個電影更加好睇咁所以咧呢個係我哋面對呢個問題全世界嘅電影人一樣僕は今日本でも中国でも香港でもそうだけど高年齢化でも映画となると若い人が入ってこないと映画ってヒットしないんですね。でも僕は60歳以降の人が多い中でそういう人を劇場に運ばせる映画ってこれから絶対に必要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そういうなんか掘り起こしみたいのがすごく大事かなっていうふうに。唔係，我覺得電影觀眾咧主要都係後生仔為主嘅，所以我哋拍啲題材咧一定又要諗啲新嘅嘢，因為我哋嗰一代嘅生活習慣流行嘅嘢同而家唔同，所以我哋一定要知道後生仔中意乜嘢。大部分電影應該係拍俾後生仔睇嘅。我覺得如果一部片好，你電影院放完之後，
可以喺網絡，可以喺電視，可以幫到電影嘅，所以我覺得逢係創作嘅人咧，就一定要不斷嘅自己去學習新嘅嘢。嗰啲互聯網咧對我哋年紀大人咧係一個陌生嘅嘢，好多嘢我哋唔識做，後生仔做得好好。咁我而家咧喺香港，我準備拍 animation 卡通片，我睇咗好多日本嘅 animation 啦。最近日本嗰部片好賣座啊！鬼滅の刃好賣座，喺大陸都好賣座嚇，香港都好賣座。所以咧，我覺得有好多嘢，我哋香港人係可以向日本學習嘅，咁咪尤其香港嗰個卡通片 animation 係比較差，咁我準備咧幫啲後生仔咧係拍 animation，咁啊另外咧，我覺得如果係可以互相合作，唔一定話日本同香港，你可以日本、香港、馬來西亞，而家東南亞國家佢啲電影咧都喺度起飛，咁所以香港人而家面對嘅問題咧，就係我哋個 market 好細。以前我哋香港電影可以得，因為我哋嘅片成個東南亞都去到，而家去唔到。佢哋對香港電影冇咁有興趣，所以你香港咁細嘅地方咁少人，你唔敢拍一個好大budget嘅電影唔得。所以我哋香港好緊要嘅就係外邊嘅 market，包括中國嘅 market、東南亞 market。所以點樣香港電影攞佢出嚟？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咁我希望可以幫到啲後生仔。